好啦，再来看这双十节过了，中国这礼拜就随围台军演。美国是来警示咱消磨兵力的风险，也乃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讲，咱的国军是有应对的方法。针对即马外界咧问讲，这中国何时会搁再来军演呢？郭立雄是表示讲，即马中国的军演是话来就来，无啥物正当理由，所以咱国军得爱随时改备来应付对方的行动。花莲华人海沙部17透早5点左右开始出现阵阵的火焰，几大片火焰甲海沙部规个砍掉的，场面真壮观。这是华防部无机强军登陆出动 M56突龙式涡轮发烟机，释放烟雾会当暗护，也会当干扰强军的雷达甲红外线的侦测，会当暗遮咱军机动部署执行奇敌作战。中共联合利剑美演习落幕，台海维持对立的势力。美方事件，台湾有消磨军力的风险。国防部长郭立雄17表示，有应对之道。国军嘛透过掌握中共航南辽宁号甲海警船这个动态，预判中共这届军演的行动。外界嘛一直在注意国军敢有掌握中共后一届军演的时间表。中国对海军演习常常毫无这个正当性的来进行这样子的相关的演习的活动，所以我们一向料敌从宽，不会排除他在任何时机、任何时间点都会找任何的借口。郭立雄坦白讲，无排除中共可能会由演转战，压缩咱方预警的时间，已经将相关的设想纳入汉光演习。另外，中共差不多每一礼拜有一届对台实施联合舰备警巡，海军舰艇离咱方24海里，即马佫加入登陆舰进行舰艇的管理。可能就在做一个实战化的一个战场熟悉跟训练，所以就是航道的熟悉，是战区的管理，是进到我们责任区的部分，我们都会透过我们监侦、制海的飞弹部队都有做一个战备的一个运作。最近有高中传出发放见习青年服勤同意书，互人积极甲学生囡仔送去舰场。教育部长陈永尧已经有回信咧，郭立雄嘛背回讲，无伫做军事勤务。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他们能够在这个校园里面能够自救、互救。郭立雄强调，教育训练的目的是让学生囡仔学习自救甲互救，啊，毋过会当研究甲检讨，甚至废除同意书。记者综合报道。